我發現好多網友唔知我拍乜嘢，我係希望以一個遊客嘅身份去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、新寧鐵路遺址建築嘅探索。上期確認咗昌平學校就係下平火車站個遺址，咁本期咧就探索下一站49站。根據艾水哥嘅提示咧，49河嘅河道上邊咧仲有鐵路鋼梁橋嘅遺跡，但係現場咧除咗釣魚嘅阿伯就係剩翻一啲碎石啦，咁應該都好難揾到遺跡啦。艾水哥話咧，49火車站嘅遺址咧就喺49政府大樓後邊。嗱，我喺呢個位置，政府喺呢度，後邊咧就係49火車站嘅遺址，亦即係呢座樓嘅位置。呢個係下平站過嚟49站嘅路線。咁因為每月嘅4日、9日係墟期，所以得名49墟。依家嘅49騎樓街咧，仲係一個未經過度干預嘅歷史空間。對我嚟講咧，呢個係一個好正嘅野生博物館。對於華僑嚟講咧，呢啲騎樓就係佢哋記憶中鄉下嘅樣，而關於傳承嘅矛盾咧就喺呢度啦。咁因為發展緩慢，呢啲百年騎樓咧同老一輩嘅華僑正喺度面臨住倒塌同埋離世嘅局面。老一輩嘅華僑記憶中嘅鄉下咧就係貧窮但係鮮活嘅童年，而土生土長嘅華裔咧，佢哋記憶中嘅家鄉咧可能只係一個地理名詞。咁因為佢哋冇喺呢啲騎樓生活過，自然咧就好難產生嗰種生於斯長於斯嘅血肉情感。對於當地人嚟講咧，佢哋每日面對嘅就係生活嘅不便。呢啲係漏雨嘅屋頂、冇廁所嘅老屋，影響建新樓嘅土地。咁自然就會問，拍呢啲舊樓到底有咩意義啊？咁但係我覺得咧，呢3個視角咧都冇邊個啱邊個錯，因為佢哋係同時成立嘅，係古建築目前最現實嘅狀況。好多網友唔知我拍乜嘢，其實我唔係要講歷史，我係希望以一個遊客嘅身份去探索。就好比如你去到一個地方，見到一棟爛樓或者有故事嘅樓，你就會好奇呢棟樓以前發生過咩故事呢？咁如果我覺得呢棟樓有意思呢，我就會揾下佢嘅故事，將佢拍成影片，希望通過記錄流傳呢啲華僑文化。即使呢啲舊樓以後都唔存在，都可以依靠啲影像等華僑文化嘅精神內核得到延續。呢種精神內核呢，或者可以成為喺異鄉感到迷茫嘅時候內心力量嘅來源。咁對比同樣建於20世紀初嘅曼谷唐人街呢，台山嘅騎樓真係壯觀好多。跟住我哋沿住大路行3公里左右呢，就到咗大棠站啦。艾水哥話呢，大棠火車站呢就喺大棠商店嘅對面，咁應該就喺呢個位置啦。大棠商店隔籬呢幾座樓呢，都係相當之精緻嘅，都算保存得好好。陳怡希當年呢，曾經將呢度當成新寧鐵路嘅中轉站咁樣去建設。咁當地人呢，好少話呢度係大棠墟，通常呢都係叫佢車站墟。所以大棠墟上邊呢，都流傳咗好多建築物。例如保留咗呢個碉樓，呢座位於村委會嘅大樓呢，都相當之正。下一站呢，就沿住院道出發，去到紅陵站。30年前呢，艾水哥過去嘅時候呢，紅陵站已經變成咗濕地蟲種子基地啦。咁依家肯定咩都揾唔到啦。下期呢，我哋騎行涌樓，睇下有咩新發現啦。我操，用晒都未講到幾句對白啊！